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啊，今日是母亲节啊，哦，咱真欢喜来庆祝母亲节，嘛祝在座的各位母亲哦，大家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喜乐啊！愿上帝保佑大家。咱来串联今日要唱的诗歌，第一首是信诗第20首，我心全部听候上帝。咱来看第一首，我心全部听候上帝，信诗第20首。咱来看内底的歌词哦。咱先来看第20，恁攻击人，煞毁怀疑，哪眼轻车的墙，三甲假无要到，三甲假无要到第时，对，第时。三甲假无要到第时，歹代通会阁想，歹代通会阁想。这平常时甲咱平常时读的无共啊吼。啊嘛有第50个歌词顶头的报着，无可报着，骄傲。骄傲抢厝。咱看这歌词哦，就这较要注意的。咱即摆来报着，咱来串联第一集、第20甲第50集。咱即摆。我心全部听候上帝，拯救是对伊来，伊是照半坚固也济，予我安然徛在。来第20，恁讲其人所毁坏伊，哪会轻车的枪，三甲假无要到第时，歹代通要顾想。来第50，无可报着骄傲抢厝，无想再报假天，款恁主爱小弟上帝，照所行报应伊。咱来看今日要唱的第2条，信诗第323首。信诗323首，姜有平安，世间有大艰难。姜有平安，世间有大艰难。这内底的歌词咱就较熟啦。咱即摆来唱第1集甲第4集。姜有平安，世间有大艰难，咱可求主保护心地平安。第4集，姜有平安，后日会知毋知。大项我可求主安排。咱的诗歌串联到这，即摆咱将咱的手机关机是关做震动，咱将准备万心来准备礼拜。
耶和华是我的溃拉，是我的诗歌，也是做我拯救的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乐伊；是我的爸的上帝，我要尊伊最大。圣诗20首，我心专无听候上帝，会众请起立吟诗。请咱永远徛用使徒圣经来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做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上道，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高塔启应文第4篇，启应文第4篇。我来刻，恁来应。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省的百姓，因别的神替我耶和华的，因献电费的债，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山野，甲我杯中的份业。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乐迄个甲是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
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创造地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带领阮来到你的圣殿，阮通放下世上一切的定盘，伫你的内面，阮要得到完全的平安喜乐。搁较感谢你拣选阮食做你的囝儿，做你的囝儿是何等美好！感谢上帝做阮患难中的避难所，无论天安怎变化，地安怎摇动。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三角伫地，上帝做阮的关台甲拯救，阮的心静静听候耶和华，因为伊是阮永远的倚靠，是阮坚固的石盘。今日是母亲节感恩礼拜，犹太人的俗语讲，因为上帝无法度来到世间，所以创造了母亲。感谢你赐予阮有一位母亲来养饲教育阮，伫阮叛变的时照顾阮。伫阮祈祷，为阮祈祷；伫阮受伤的时鼓励阮，互阮勇气，帮助阮活伫上帝话语中，行伫上帝的道路中。愿你祝福在座每一位母亲，因为恁的付出，得到上帝大大的恩典甲祝福。亲爱的主，即时将今仔日的礼拜完全交伫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运行伫中间，互每一个人的需要得到欢喜甲满足。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学路，咱请圣歌队，因免唱的歌是完全会听。
上帝听是完全会听，阮的心要仰望你，求你带领阮。圣经，今日上帝话记伫诗篇62篇，诗篇62篇，伫旧部的后壁面。我来读，我的心静静，专务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道道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恁大家攻击人，将伊毁坏，亲像毁坏汽车的墙，要倒的壁，要到伫时啊！因三角计无，全部要对伊尊贵的位，甲伊车落去。因欢喜白插，因喙祝福，心祝祝。我的心啊，你着静静。专务听候上帝，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伊来，道道伊是我的石盘，是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摇动。我的拯救，我的阳光在伫上帝，我的快乐的石盘，我的闪避的所在也在伫上帝。恁众百姓着时时倚靠伊，伫伊的面前。摒除你的心，上帝是咱导向的所在。卑微的人真正是空虚，尊贵的人也是虚假。下伫天平碗的确浮起来，因一切被好气的气较轻，毋通倚靠薄弱，毋通因为抢摕来骄傲。若财宝加天。毋通注意伫遐。上帝讲一摆，我有听见2项，就是观念属伫上帝，主啊，主爱也是属伫你，因为你照别人的所行来报应伊。上帝的话读到遮，正道咱请义杰牧师，伊的题目是专心仰慕上帝。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拣选这好的日子，你也互阮社区阮的这长辈、这个乡亲朋友，甲阮做伙伫圣殿来敬拜阿罗你。愿主你的灵、你的快乐，甲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透过上帝你的话，互阮的心。搁较一遍活起来，互阮个对未来搁较大的愿望。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毋知影大家有注意无？伫咱遮附近的中山捷运站的地下街，天不光的时阵，都真多的流浪汉。伫台北车头差不多下晡差不多4、5点，都真多人会来。迄就是流浪汉带离遐，是啥物原因造成遮侪的流浪汉？毋是今日牧师要讲道的题目，但是咱来确定遮的场所，暂时诚侪遮流浪汉安稳的所在。如今是一个快速的年代，生活方式大家真大的改变，咱人比以前较复杂，侪网络媒体的消息。影响咱在座的价值观的判断，咱遮可能在座嘛有人互诈骗集团骗过啦，牧师啊讲我嘛被人骗过，你毋知我有讲过嘛迄骗是哪？我较早伫公司上班的时阵某某人就立来，头前就讲，店长，那个有一篮菜要给你，一篮菜要给你，菜啦，一篮菜我就出去，爱互我200块，是某某人迄是假名叫我摕来，可能迄名菜市啊名重了，我好，我互200块，后来靠假名无这个代志
所以我是买小片200块安尼啦，200块。咱价值观愈来愈复杂，而这个过程的中间，咱人拢努力咧打拼，为了家己，为了咱的家庭啦，毋望未来有一个，互咱永远避难的所在。牧师毋知影在座的咱，这生命避难所，你敢有找着？你敢有找着？今仔日经文诗篇62篇是大卫王的诗，伊的背景，你描写是这个大卫王的囝，一个囝在王位抢来，咱遮有社区咱也是你看咱8点档啦还是7点档拢有是安尼王位拢用抢个，囝拢来抢王位。王位毋是抢来了后，要搁推台，所以这个大卫王啊，就真做互推台的人啊，以身落魄。大卫王就是咱咧艰苦的时阵，什么是伊的避难所甲倚靠呢？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第30甲第40的经文，咱第一遍来教会，还是感觉教会的台语真歹读，敢若一般的台语敢无啥共，咱读看卖袂要紧，因为教会的台语较文言文呐，较文言文来，咱来读来，请恁大家攻击人，将伊毁坏，亲像毁坏汽车的墙，马倒的壁，马狗伫时啊，因三角计谋，专务要对伊尊贵的位，甲伊车落去，因欢喜白贼，因喙祝福，心。这20个经文讲了什么代志？讲了这个大卫王拄着伊的心情甲伊的情景。大卫的对敌是遮尔歹，这人用口是心非的方式，白贼会来攻击伊，互伊去王位抢来。这个对敌毋是抢来了，要搁对啦，赶尽杀绝啊！大卫这款人讲众叛亲离啊，情形互大卫非常的伤心。伊只是生命就好亲像这站的地动共款，厝人半倒要倒，搁袂倒安尼。所以这个时阵呢，才讲是这个大卫王，伊一世人上艰苦的时阵。咱知影，咱人真艰苦的时阵，好亲像要死去共款。大卫求告上帝，我这款的艰难。是要到当时啊！我这款的艰难要到当时啊！但必须拄到的问题，如今21世纪的咱嘛是会拄到。台湾目前老人化、少子化的问题愈来愈严重。牧师看到真侪年长的长辈，除了要面对身躯渐渐毁坏、身躯变痛的问题。有时内底心内有真侪放袂落去的，搁有真侪对心肝的代志啊。甚至嘛有听过长辈安尼讲出来，我活遮久要创啥物？另外嘛，有的人是怎样？家庭彼此无和谐的问题一直存在，这个家庭无人愿意退一步。有人伫感情顶面。父母甲囝儿关系一直真紧张啊！嘛有人伫职场顶面，工作一个搁换一个，真无顺利。甚至，阮拜四验社青在7年前，牧师让你分享，职场碰到上司、同事的霸凌啊！咱看咱的幼囝，咱的学生。咱教育今日改变，愈改愈沉重，升学压力愈来愈重，为了分数排名，牧师伫真久以前还在上班以前伫路的迄阵拄小学生下课的时阵，我看到一个妈妈甲一个囡仔的对话，那囡仔在妈妈讲：“我今天考90分。”妈妈真正压落去，你都毋知。
你考90分，妈妈希望伊考几分？100分。今日的妈妈，今日是母亲节，咱这妈妈，你有希望恁囝拢考100分的无？较早有安尼期待无？大家拢无，大家拢无。凶手毋是我，凶手毋是我。哦，咱人伫每一个阶段，拢会拄着无共款的问题，承受真多有形无形的重担。安尼看起来。咱人活伫世间，感觉是一个真艰苦的代志的，有无？有人剃头，真艰苦的代志。而这个时阵，牧师毋知你会问袂？拢你即摆有艰苦的代志，你毋知会问袂？要游完一天一天凊彩互过，才了乱咱性命的对敌。牧师毋知对敌，这个敌人不是什么，拢毋知，每一个人拢无共款。因为攻击伤害咱，要到第时啊，才会过去。你敢无安尼想？你敢无希望才会过去？你敢无毋望什么是你性命永远的避难所、较倚靠？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有2段，第1节甲第2节，第5节甲第6节。是这2段的经文，咱看到这个诗人。咱讲即个大笔王，伊面对对敌的攻击，伊专心仰望上帝，上帝就带领伊度过最的艰难啊，并且帮助伊超找到一个永远的避难所。咱等下要来读第1节、第2节吼，咱慢慢读。这吼，诗共款，读落吼，好像像你家己讲，对你的心讲话。好，来，咱做伙来读第1节甲第2节。第1节咱教会人伫周报下壁，咱社区的吼，拢有帮你印印较大字的吼。来，咱请来，我的心真真，全有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哦，我袂大摇动的，本只是一个就倒去啊，即摆袂用真大摇动。诗人就是代表经历啦，伊脱离艰难的力量呢，对上帝来，毋是对世间其他的美的物件来。世间有啥物物件？世间的物件是记载伫第9节甲第10节。今日第9节、第10节，大概意思是讲，人是空伊的，人是空伊的。会死的人拢是空伊，无说问诶，在座的人对一人袂死，拢会死，有一天拢会死。意思人会死的人，等下你殡仪馆烧去呢，剩一个灰啊尔，伊拢放伫天平的顶面，真轻真轻，毋通靠你讲你有力量，你来抢。财宝加天，有钱的人你若毋通想要我靠钱啊。第9节、第10节就咧讲，咱毋通要我靠钱啊。俗话你讲，靠山倒，靠人人走。今仔即2个长老上早支持的吼，正会长老甲正美长老，因2个拢有靠你吼。靠山倒，靠人人走啊。会骗你拢是家己的人，你知毋知？亲情朋友诶。人亲像花草共款啊，一个就无去啊。有一句话讲咧讲，因为今日有真侪社区的人吼，牧师听，互恁讲听较有话吼。人2双骹，钱几双骹？4支骹。伊种钱财无法度久长存在啊。甚至咱有讲，因为钱伤多的问题，兄弟相杀啊，为了分财产无讲话啊。安尼看诶。人甲财宝无法度成做咱永远的倚靠啊！在座咱拢是有年纪的，应该有法度安尼感受，有法度安尼来感受着。所以这诗人伊宣告，上帝是伊生命中的石盘甲关台，石盘就是真稳的所在啊。咱台湾有地动嘛，牧师金门阮金门无啥地动，你知毋知？
金门是花岗石的这个规个吼，迄阵你战争的时阵吼，真侪部队拢是秘伫迄石坑的内底。你敌面炮弹搁弄啊，无要紧，穿不透。花岗石真栽，上帝就是咱迄石盘关台，互你徛伫遐都毋惊摇窜，互人安稳的所在。虽然对敌，虽然毋知影的物件，还佫在你攻击，想芳想要在你啊车落去，要互你倒去。但是诗人讲，伊伫听候的中间，咱全有听候上帝中间，伊专心仰望上帝，伊毋是仰望其他的物件。有时咱的跋倒是咱仰望其他的物件，咱无专心仰望上帝。当专心仰望上帝的时阵，互经历了活落去的信心甲毋忘啊！21世纪，我毋知你去统计无？咱台湾人自杀是有偌侪人？啊，你讲啊，自杀一定是3顿无法度食落去较去自杀，毋是咧。即摆是食伤好诶，咱嘛去自杀，你毋知？为什么？伊活袂落去？为什么活袂落去？伊诶心拢无毋忘啊！伊嘛毋知影活落去是要创啥物，失去毋忘。各位兄弟，听候诶过程，全有听候上帝过程，毋是讲咱戆戆伫遐，啥物代志拢毋做。当义杰牧师工作20年了，互上帝呼召去读神学院。我神学院内底有一个牧师外国的宣教师，美国宣教师叫做马约翰牧师嘛有来咱的社区才能见过面伊捌美国是一间大间1000人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咱因为上帝呼召，伊来到咱台湾20几年啊，20几年。伊教导阮的牧会学就种阮牧师到教会时阵要走牧会，伊有一个至理名言，就是修派学生牧师到教会第1年，什么代志都毋通做。学生听，逐项代志都毋通做，哪会遮好？逐项代志都毋通做。伊的意思毋是安尼，伊的意思是咱第1年到一个所在，咱来照人原本的做的，咱就有耐心，有耐心去观察。咱毋通到一间教会，就是要改东改西。伊的意思是安尼，但是伊讲还佫有下面的话，学生都无听到，有的同学都没有听到。还有下面一句话：反正你在台面下，你要做真多的物件，做啥物物件？咱来主动去关心、了解这个教会的人事物。咱是到教会，像牧师7年前来到建成，我就经看咱建成的小会记录。咱佫有60周年册、纪念册，咱到底建成发生什么代志、什么人？这个陈文和长老咱才引导关心者就一个律师安尼律师安尼，去了解，咱关系会建立。咱每一个团体，咱去参加，去了解，准备讲旧篇，查经祈祷，温群去探访。台面上看，盲目说你毋通做，但是你下面来做真多。这个经文讲的听候的这个意思，当咱咧听候上帝奇妙作为的时阵，咱来不断开始做什么代志？毋是听候咱毋做，约束咱家己的行为啊。有时咱会因为咱甲上帝疏离去啊，咱身躯无来教会，身躯咱是礼拜了，咱就一直走啊。咱若无读经，咱若无祈祷，也是安尼。常常互魔鬼找到芳，真侪你会对敌。另外，咱嘛要常常审查咱的罪恶，咱犯什么罪无？咱会常常透过读经、祈祷、团结服侍，用行动显现出来。耶稣疼人的款式。当咱愿意安尼调整的时阵，咱的信仰的底面就会搁进一步经历啦。拄则牧师讲嘛，第1集、甲第2集、甲第5集、甲第6集，看起来同款，但是因有层次上的不一样。咱来看，来读第5集、甲第6集。咱第5集、甲读的时阵，当作是你的祈祷。来请，我的神啊，你着真
全有听候上帝，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是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的摇动。有感觉无共款无？第1节、第2节讲啦，上帝是拯救我的。第5节就讲，上帝是我未来的愿望。上帝毋是今仔要拯救你尔，上帝要搁互你愿望。第1节、第2节讲啦，上帝互我袂大的摇动。第5节、第6节讲啦，我袂摇动，我袂摇动啊咧，迄是完全无共款。对上帝还袂用真明白，我可袂想你个影会大，我袂大摇动。真正专心我靠上帝的时阵，放手的时阵，你就经历种啊，我袂阁摇动啊。诗人面对生命中对伊的攻击的时阵，伊的信心日日愈来愈加甜啊。毋是每一个信主的人的信心拢有遮强，迄是咱有投入偌济，咱有信靠上帝偌济的困难，咱有法度去经历迄个，咱的信心愈来愈大。因为咱知影，毋是咱要倚靠咱家己的牛啊，咱是要靠上帝，上帝正做咱真正是安稳的避难所。各位兄弟，咱无法度控制生命中逐项对敌会对咱的发生。诗篇上叫做什么？无常的发生，无常的呢，就是讲咱无法度控制，毋是基督徒嘛是共款，嘛是会拄着，咱无法，毋像我有基督，我共款咱会拄着这代志。对敌的发生，咱无法度控制；对咱的攻击，才能起笑、引诱、等等的伤害。但是咱有法度做的是咱会知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咱要倚靠世间的人，某一个人，我要倚靠阮翁，我要倚靠阮翁是我的财主，我倚靠阮翁，我要倚靠阮囝，阮的囝，我要倚靠世间的物件，我有厝你做人，你要倚靠这物件，还是外在咱拢看到的物件？还是咱要专心仰望上帝啊！安尼的选择会带咱行无共款的一条路。今仔日有咱社区吼，遮好朋友引参牧师吼，拢真熟哩，咱毋知。有时吼，引参牧师大时间比咱兄弟姊妹搁较久哦。为咱一礼拜看一遍啊了，因为我一礼拜看1、2、3遍哦。所以以前牧师要小小啊来做一下今日的经文生命的见证。以前牧师还未信主以前，我曾经同款，我嘛是咧拜拜。伫33岁的时阵，就是20年前。迄阵的我，凡事嘛是同款靠家己，哪有来靠别人的？迄时我人生上大的我靠啥？工作顶面的成就甲金钱。当然，我的家庭，我的水某，爱无人笑。啊，恁那拢大家拢无够幽默。我的水某是啥？今日母亲节咧，恁呢？我们要尊荣母，那个尊荣母妈妈啊。啊，还有因啊，因是我上大的我靠，是毋是安尼？咱大家拍拼就是为了真侪大波嘛是安尼，拍拼就是为了家庭，为了某，为了囝。但是人生毋是咱戆人想的遮简单啊，较顺利，咱拢会起起伏伏，是毋是？我内心的身体迄个空虚啊，超过我所想的啊。我若感觉我得到这物件，嘛是这空虚的。问到的困难，人讲人学不会的功课一定会出现啊。艰难、争吵。你唔能讲水某袂烧咩咧？他不是花瓶摆在那边哦，给你看而已哦。愈娶水某愈会烧咩哦。啊，你嫁有帅哥嘛是会烧咩？我跟你讲哦，你也会担心他哦。在艰难困苦
不断重复在发生。我看这嘛是咱在座有咱真侪人无共款你的生命的经历。有一天你的身心灵你会挡袂牢，你会挡袂牢。迄个真像就拿地动迄个厝强要倒去共款，随时也搁动一个倒去啊！直到我来教会认捌耶稣了，我的生命开始180度的改变。时间的问题吼，无事无法度讲，无要讲3点钟吼。当我专心仰望上帝了，上帝成做我生命的石盘。拄则无事讲石盘是啥？石盘是你炮弹落嘛是袂唔惊，迄个石盘。石盘，咱真侪人讲土石流，为什么土石流迄厝会倒去？他们盖在迄个土石袂稳嘛，土石流那厝就倒去。但是石盘无共款，上帝成做牧师的石盘，拯救到我避难所。我的生命就好亲像树枝啦，树枝你爱连接伫葡萄树干啦，较有法度结果子啊。当上帝成做我的石盘了后，毋是我的工作，甚至毋是我的家庭。我安尼讲吼，对姊妹牧师较歹势，伊嘛是安尼讲。甚至伊毋是成做我的避难所石盘的时阵，这是上帝成做阮互相的石盘避难所的时阵，阮的关系也改变，阮的生命也改变，阮内心有极大的平安甲喜乐。原来毋是趁有钱较有法度平安喜乐，原来趁钱趁了也无一定会平安甲喜乐。迄个平安甲喜乐是阮较早犹原毋捌经历过。阮无阁亲像无头苍蝇安尼四过飞惊吓，反转咱就活出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人就看你就笑眯眯啦。顶礼拜咱诶圣歌队啦，眯眯啊笑眯眯，笑眯眯。你看咱看胡玉芬老师嘛，好用笑眯眯咧。胡玉芬老师嘛，有人家说过他的生命见证啊。他本来已经觉得他抢到一个他当贵妇的，后来他变成跪下去的贵妇，放弃呀！他以为他赚到一个很好，一放弃呀！但是嘛，因为耶稣改变伊这个家庭，同款在丰盛的生命是哪样，都亲像一个光啊！这个丰盛的生命，耶稣亲像光，这光会互咱有快乐，不是靠咱家己，互咱有快乐，从咱的对着咱的黑暗一个堵去。这个应有对去，咱会伫咱家庭里面真做光，咱愿意去退一步，咱会去参咱的囝儿孙恢复关系，咱会去做真多的改变，专心仰望上帝，嘛帮咱牧师敲找了生命的源头是啥物？咱毋通一工一工戆戆啊！咧活，咱咧操着生命源头，生命源头对会守住咱，互咱的目睭光起来，咱心内目睭会光起来。咱毋是今仔这目睭安尼啊，咱这个目睭看拢有限，咱即摆目睭看50%-50%拢是假的，你敢毋知？拢是假，拢毋是真的。当咱心内目睭开开的时阵，伫这几年，咱每人拢年纪会加添。面会愈来愈小，虽然即摆会知美容无毋对，但是今仔日我愈来，我看姊妹牧师愈来愈水。我看咱文和长老，我要点名，你看郑梅长老感觉怎样？有愈来愈水啊！无说是讲真诶，我是较开玩笑是真诶。阮遐有看到迄个欧巴桑有够水的，迄个水，迄个缘投虽然咱社区逐摆讲牧师有够缘投的，但是我知影恁看的毋是今日我外口的缘投，外口缘投人比我较侪，迄是咱对内底迄个毋望、迄个疼心、迄个愿意陪伴、迄个出来的相由心生，这是有影，这是有影。互咱知影咱的性命，咱超一个源头，互咱知影咱这个性命无关咱的性命
这出世是好还是歹？还是咱过去的人生拄着什么艰苦？还是即摆你要搁你艰苦的时阵，你要知影，有一位上帝，有一位上帝叫做耶稣，伊愿意为咱定立十字架顶。伊知影你的艰苦，伊愿意担当你的艰苦。伊当真侪人在你放弃的时阵，伊在你当作宝贝仔囝，然后当作我20几年前同款。咱在座阮在兄弟姊妹同款，把阮当作是宝贝仔囝，惜命命。有耶稣真好。咱做伙来看最后20经文，11节到12节。11节到12节，咱做伙来读来请。上帝讲一遍，我有听见2项，什么2项？就是权能属于上帝。主啊，主爱也是属于你，因为你照大人的所行来报应你。权能、主爱，拢属于上帝。上帝照人的所行来报应伊啊！咱唔通看歹人你试出来的时阵哦，咱愤愤不平。你放心，上帝拢会照伊来报应伊。兄弟姊妹，经文讲的道理真简单，搁一遍提醒咱：每一个基督徒，唔是今仔要来教会享受丰盛的性命，咱每一个人拢爱排咱家己的十字架。当咱领受上帝满满听入咱的内心的时阵，咱袂要今仔囥伫遮尔，咱爱将咱的听怎样分出去啊！咱台湾还有95%的人唔明白耶稣，咱爱从这个分出去。咱教会透过篮球，透过咱社区的关怀据点，咱要从这个好消息，互咱社区的人知，毋是用勉强的。你无信，我就唔互你来，毋是安尼，爱互因知影，感受到咱真正是迄个听因，也是安尼行，咱较有法度进一步经历啦。诗篇23篇，诗篇23篇是基督徒真爱读的一个诗篇。内底讲上帝伫我对敌的面前，咱对敌毋知真多艰难的面前，你在我摆设宴下。恩典慈悲，的确要我缀我一世人。当咱真正咧行的是即款的有主同在的平安，每有主成做咱安稳的避难所，会甲你同在。今仔日是一年一遍的母亲节，咱拍拍欢迎咱社区的乡亲来参咱中间。有20几位20几个所以无事先讲者咱等下礼拜完有爱餐咱有特别在恁准备恁的 VIP 的位置阮会好好在恁款待，互恁款待因等下嘛有要准备2首的诗歌来献互大家。社区的长辈一礼拜有3天伫咱教会参与活动，因为咱宣教部的同工因实践。耶稣会听，因真心来对因来付出。长辈有感受咱的迄个听，你是真听还是假听，人一个就知影啦。你是你做表面功夫的听，老婆我爱你，恁某会惊到你是毋是搁做歹代志啊？人甲人就是安尼。这相亲把教会当作第2个家，真自然，因来遮真自然，真欢喜，阁真温暖，好亲像一家人同款。但教会是某一部分，成做因心灵的避难所，心灵的避难所。而遐中间嘛有兄弟因的咱的社区也无事分享。我伫较早讲都嘛讲，伊嘛分享。因有一个妈妈90岁阁自杀，90岁阁自杀。咱会想，90岁为什么要阁自杀？
就是我对我讲，哇，遮久要创啥物？那为什么哇遮久创啊？一定是今日阵查，一个查，可能财产伤多的款，咱毋知。哦，你阁有来自杀的，嘿，所以是真，嘛有真侪拄着今日的代志，在咧分享啊，咱长老，咱同工，咱会关心陪伴。耶稣伫福音书讲，要互油条来的羊，甲油条外的羊，成做一群。当咱甲社区的好朋友，咱做伙伫礼拜堂伫礼拜，今日是非常水的一个画面。愿上帝对上帝来的平安，甲咱同在，特别甲咱的母亲同在，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阮还未明白你的进程，你就听阮，你小命阮每一个人。你也知影，阮伫世间有苦难，但是主，阮知你甲阮得着。当你甲阮得着时阵，阮就会知行过侪人生的风景，毋但会行过风景，阁会得着世上无法度得着迄个平安甲喜乐。愿荣光拢归于上帝，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回应诗、信诗323首，讲有平安，世间有大艰难，会众请起灵诗。请坐，奉献，咱请后师同工。唔知影奉献的意义会当先不用奉献。
会众请起立。请坐。公道，即马是公道的时间，咱为着几项事来祈祷。头一项，愿主帮助阮专心听候上帝，因为阮的救恩对伊来，伊是阮的石盘、关台、避难所，我靠伊就无摇动。第二项，为着基体陈金子、陈汪兰、洪甘之、陈德明、刘秋敏、庄宝玉、陈丽水、刘淑珍、谢丽慧、胡艺梅、杜昭、陈秀荣、林以诺、郭仁吉、林文成、刘慧忠、李碧莲、张宏龙、黄静茹、李雅娜、陈怡君、余秋雨、萧煌信，为着这个集体来祈祷。第三项，为着520正副总统就职相关的事宜，为着台湾的行政、立法、司法单位会当朝着上帝所欢喜的方向努力。第四项，为着世界各地的冲突甲战争会当早日平息。愿世上的暴力之气，均能降服在满军的耶和华的脚下。咱为着几项事来祈祷。主啊，搁一摆感谢你，引带阮到你的面头前，阮因心拢要群对你，求你时时刻刻甲阮伫地，嘛求你看顾一切有需要的人，有你的大能伫阮中间。这时，阮嘛要因你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人生今日互阮，赦免阮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因果，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好，即马要来献诗，有3个团契要来献诗，头一个是社区的关怀据点，因要唱2首歌，《云上太阳》《爱的真谛》。好，咱请社区的朋友上台。亲爱的牧师、长老，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很感恩哦，
我们歌唱班可以在母亲节的主日为大家献唱2首歌曲。第一首歌曲我们要献唱的是《云上太阳》，希望透过我们的歌声，大家可以感受到就像太阳一样的温暖。谢谢。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很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位很爱我们的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不管高山低谷，她永远都是我们最大的陪伴，最大的帮助。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谢谢。再接着第2首，我们要带来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爱的真谛》。愿在今天我们的歌声当中，大家也都能够经历到兄弟给我们满满的爱，满满的恩典。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说，我们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是爱。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需要被爱，我们也要去爱人。在歌唱班，在关怀据点，在长老们的爱，我们就真的领受到那是来自上帝的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谢谢大家。好，那是不是邀请长老还有同学们，我们一起对着现场的每一位母亲，我们一起说：母亲节快乐！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社区的朋友。本来要喊安口，时间的问题。好，后一个是朱里欧，因要唱的诗歌是《当你的小孩真好》，当你的小孩真好。好，朱里欧小朋友要进场，要进场之前呢，我讲几句话。唔知咱兜有孙仔无？若有，你就知影即摆的囡仔哦，实在搁较早无共款。咱较早若叫伊点点坐咧，伊就点点坐咧。即摆你若叫伊点点坐咧，伊袂点点坐咧啦吼。啊，检查咱的囡仔，咱会感觉讲，哎，咱拢遮尔无听话，即摆就是安尼。你若叫伊徛咧，伊就要坐咧；你若叫伊坐咧，伊就要徛咧啦吼。好，即摆的主日学咧，细汉的足细汉的，啊，过来就是中大汉的较少，大汉的较少。啊，伫咧庆祝母亲节的时阵。那小朋友因咧上课的时阵，老师拢爱真注意，第一，除了规矩，啊，你要叫伊讲乖乖坐咧听老师讲话是无可能吼。咱即摆看因伫顶悬，所以要很费心。毋过咧，咱也有一个了解，就是小朋友因咧听，因是用潜意识。伊是用潜意识咧听，毋是乖乖看你，安尼叫做咧听。乖乖看你无定，伊的精神已经走出去，所以伊是潜意识哦。啊，你看伊无咧听，是你甲伊问问题，伊拢会晓回答，足厉害吼，足巧。啊，较听咱看因表演的时阵，你就知，你老师咧甲因教的时阵，拢无认真咧跳，伊做伊的，拢无认真咧跳。
毋过较听你看因跳舞的时阵，哦，安尼足厉害。我伫下骹咧看是讲，啊打惨啊，安尼是要安怎表演啊吼？一人比因家己下。过来，阁有第二首歌，才是厉害。因为呢，因咧第一首歌较长，所以呢会较久，啊，阁会背。第二首歌呢，拄正学，足厉害哦。我咧想讲，敢有可能？毋过因一时啊，就甲唱会晓，阁会背哦，遮厉害哦吼！较听咱详细来欣赏一下吼，看主日后的表演。好来，咱鼓掌，给因拍手。好，小朋友，我们今天是什么节日呢？好，那我们要来唱歌给妈妈听之前，我们要先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妈妈，所以我们要先来敬拜上帝哦。不要。好，好，那先听老师唱一次。谢谢天父创造了我，赐给我永生的盼望，要怎么跟随主耶稣？圣经这样说。好，换小朋友，要很大声那种哦。预备，开始。谢谢天父创造了我，赐给我永生的盼望，要怎么跟随主耶稣？圣经这样说。要怎样？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他人如己。我们从头一次，谢谢天父创造了我，赐给我永生的盼望，要怎么跟随主耶稣？圣经这样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他人如己。到底有没有声音？好哦，那我们要唱第二首歌给妈妈听。好，真的。喂。
主日学，站，来拍照，合照一张。爸爸妈妈跟着上来，快点来，爸爸妈妈上来。爸爸妈妈一起上来啊！好，可以看，练习蛮久时间了。来拍照一张哦，上面有位置哦，上面2个大哥跳得很好哦。以目光来择妻，跳得很好，老师，好，我们老师。三哥，好，来拍一张哦。来，谢谢主日学。好的，那最后呢，我们还有青少年团契要来带一个戏剧，这个很口语化。哦妈，你看他啦，这是他们戏剧的名称。拜拜。好的，青少年团契准备好了吗？他们是在2楼吗？哦，卡住了啊！好，我们青少年团契进场了。好，哦哟，季勇哥也是不错哦，季勇哥。没声音。喂，3号。喂。3号没声音。喂。都没声音。都没声音。哎，音控有人吗？都没声音了。好，我们调整一下哦。季宏不是同一个角色吧？好，妈妈的角色又要出来了。喂。好像有了哦，有了吧？喂。Test 1 2 3。Test。喂。Test 1 2 3。喂。好，3号。1、2有。喂。掌声鼓励一下。起床了！等一下啦，再让我睡个10分钟，我昨天读书读到2点半，我很累啦，再让我睡一下啦。什么在读书？明天打电动，今天给我9点就睡觉。好了，让我睡一下。小 baby 起床了，起床了。妈，你看他啦，都不会起床。拜拜，我们出门了。先出门了。拜拜。 10分钟后。
哦，妈，你看啦，都要迟到了，你现在还没叫我起床。我叫我没有叫你，我都叫你几百次了。哎呦，不能吃早餐了，我要赶快去上学了，拜拜。拜拜。第二幕。来读书了。哎，我告诉你啊，其实我觉得你不用再这么认真念书了。你上一次你跟我去图书馆 K 书，你的成绩还是没有进步。我们就来打电动吧。啊，可是我功课还没写完呢。赶快来打啦！快了，来打电动。快点啦，我们来打那个传说对决啊！快点。哦，好。等一下，我网络很慢哦，等我一下。好，没问题。哦，你看啦，上路啦。哦，等一下，我在下路。哦，你很累，你这会不会玩啊？你会不会玩啊？会不会玩？你被单杀几次啊？你这会不会玩啊？打架啦！妈，你看他们啦，他们都在打架。你们在干嘛？我们刚刚吵架，对不起。打架是不是？对。给我去罚站。你5秒钟前，弟弟跟 Yuga 打了起来。妈妈回来看到地板一片混乱，便训了他们一顿。等一下，我要去工作了，你们记得去阿妈家吃饭。好。第三幕。我们要骑脚踏车去阿嬷家吃饭。哎，阿嬷，好久不见。啊，孙啊！啊，好久没见啊！我家有一个水果啊，摕去。OK。新加坡饼干呐，来去吃。啊，要好好长大呢。这个饼干给你。啊，我不喜欢吃这个啦。叫你吃就吃啊！关你屁事啊！啊，好，卖臭。这。哦，阿嬷，这个这点重啊。哦，卖跟你妈妈讲哦。卖跟你妈妈讲，听好。我给你的吗？第4幕，因为到了妈妈下班的时间了。Yuga 心里就想，下雨了妈妈应该没带伞吧？那我要去接她。臭弟臭妹，我等一下要去接妈妈下班，我相信她已经没带伞了。啊，你什么时候这么乖了？对啊，什么时候变那么乖了？没有，我本来就这么乖啊。妈，我来了。我知道你没带伞，所以我特别来接你。哇，你怎么知道没带伞？好贴心哦。啊，我帮你拿书了。谢谢。那个我中午跟弟弟打架，时间是非常不成熟。我那个，我晚上来帮你洗碗。好，很棒，没关系的。最后一幕。Yuga， 等一下可以去帮我领货吗？哦，没问题。那你身上有钱吗？哦，有啦，刚阿嬷给我很多啦。哇！就这样子而已啦。好了，有钱就去了。好，那我去领货，拜拜。拜拜。店员，不好意思，我要领货。手机后3码。512。哦，好，等我一下哦。来，这你的货啊，后面还有很多，等我一下。爸，你怎么在这里？你今天怎么那么晚回家啊？你是不是出去？没有啊，其实因为明天要出差啦，所以呢，今天呢就准备比较晚，就是这样。这次出差要去哪边？什么时候才会回来？这次出差呢要去火星啊，
8月8号才会回来。8月8号。哎，你手上这个是什么啊？哦，是要给妈妈的母亲节礼物啦。哦。哎，客人，这是你的货，还有后面那些。啊，这么多。对啊，因为这是要给在场所有母亲的礼物。哦。好，3、2、1，祝妈妈母亲节。母亲节快乐！请在座各位的母亲还有长辈们都站起来，然后还有社区的长辈们都站起来。然后我们请郑美阿姨来介绍礼物。咱今仔是母亲节吼，咱多谢咱的青少年有来甲咱演个戏。我们今天等一下，咱请所有妈妈吼，社区的拢站起来，我们要送的礼物来介绍一下哦，现在跟起来。这个呢，面你有感觉有水无？吼，很漂亮吼。但是你有看到这个礼物吼，是新路基金会。咱知咱教会最近吼，我们吼送礼是一回事，咱知都是心意。但是较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公益吼。以这个新路基金会，他们是对那个心智残障或者自闭症，甚至有那种唐氏症障碍的小孩子关心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希望活出来天天好，但是他们希望活得好天天，就是每一天他们借着大家的关心咱买这是一个蛋卷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心意来关心这个基金会，让他们能够做好的公益。我们在吃这个的时候，享受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还是帮助了在心智障碍的孩子们，这是咱的贴心，让他们也能够活出更好的一天还要介绍你看咱这个图案真水这是一个插画家叫做阿布你看我刚拿到也觉得很漂亮它这里有星空让我星空，然后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这个是很有名的画家，叫做梵谷阿姨的期待一个梵谷这样子的一个画家，他来画，然后他们呢照着星空来引导走他们曾经不是很好的路程就是因为生来他们是障碍的孩子，但是他们因着希望，因着盼望，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的因着星空的引导，能够闪闪发亮。咱每一个妈妈也是咱为了这所做的，咱呢带给孩子们有盼望那我们希望我们做这些事有公益，也带给我们心里也非常的喜乐而且带给别人祝福跟盼望。有人无看到无？漂亮的星空的礼物，这是蛋卷。跟你讲，这是现在生下来不是很好的心智障碍小孩他们所做的蛋卷的礼物。其实咱无你注重吃啦，咱重要是咱的心意。我们做公益，我们送礼兼公益。来，有人无看到？所有妈妈，今天庆祝母亲节快乐，祝你们快乐平安。都有了好，谢谢大家。好了，母亲拿个礼物，我们拍张照，牧师拍张照。拿礼物。哇，太棒啦，质感呐，质感呐。谢谢大家。好，那我们来简短报告一下，咱做伙来看教会的消息。头一项，本主日为母亲节感恩礼拜，感谢社区的学员、朱里欧青少年用诗歌、戏剧，带着我们一同向母亲献上感恩加怀念。愿主赐予每一位母亲有耐心加智慧，建立家室，并帮助我们伫基督耶稣里检视自己对母爱的回应。那刚刚有准备每一份礼物给母亲，那我们再来一起祝各位爸妈母亲节快乐。谢谢。好，那看第三项，18号下晡2点要召开小会，3点半召开中集会，请全体的长职留意。
第4项，19号为圣灵降临节，将举行本年度第3次的圣礼典。要受洗跟圣礼设立会籍的兄弟，请无需报名，以利预备相关的事宜。第5项，5月26号，台湾世界展望会会派员前来报告儿童资助计划的结果。第6项，5月26号为荷塘礼拜，下晡12点半，教育部将举办全教会的趣味竞赛，地点在建成国中。那为方便主办单位预备相关物品，请大家到1楼登记报名。红黑名册已经备妥，请到月线柜会公布栏自行拿取。红黑名册，请咱家己来看。上营信息511首，阿罗上帝至悬至尊，会众请起立。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甲在座每一个妈妈同在，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会倒闭会。